大家好啊！今日咧講解下乜嘢係坐骨神經痛。坐骨神經痛顧名思義，即係坐骨神經出咗問題啦。大家望一望呢個脊椎嘅模型咧，其實坐骨神經最常見出現問題嘅地方咧，就係由第3至到第5節腰椎椎間盤突出呢個問題而引起嘅。患者一般嚟講咧，可以分為2大類。簡單啲嚟講，年輕啲嘅人士咧，一般嚟講都係因為啫喱擠咗喺後邊而壓住神經線，導致背脊或者 pat 有麻痹啦。另外一部分咧，年長嘅人士咧，就會係因為水分入邊漸漸減少咗骨同骨之間嘅空位，而導致神經線咧亦都會被擠壓過。雖然成因唔同，但係出嚟嘅症狀咧，大致上咧都係非常之相似嘅。有大部分人咧都係會有下背痛或者背脊 pat 麻痹嘅感覺啦，但有少部分人咧 pat 大髀後邊有麻痹，但係冇呈現一個背脊痛或者下背痛嘅問題嘅喎。